乡亲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今日咱的来宾伊住伫咧彰化外海新港哦，这个故乡哦，栽培出一个果子酱的大师。过去咧，伊一心求学来到台北打拼，伫台北出版社来做工课哦，嘛伫这个补习班教作文、写文章等等。不过咧，日日操、命日操，身体煞出状况，当去到故乡开始做果子酱。今年伊依照这个柑仔花金枣。往这个黄泥蒙酱摕到英国果子酱年度上金的大奖，摕到满分啊！伊是歌仔，厝内底人拢叫伊阿君。瓜果子鹅做酱，亚洲全球出名声。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，要带大家来了解伊的故事。2019年世界柑仔类果子酱比赛出现头一届由亚洲人摕到冠军，得到这份荣誉的正是咱台湾人歌仔。歌仔利用台湾金枣甲桔仔，做出和欧洲人拢真学乐的世界冠军果子酱。想起当初参加比赛的时阵，心情是紧张佮期待。其实我12月甲果酱行过去了后，其实我拢讲我袂在意，问题是我逐工在心内拢在算讲，到底当时即个比赛结果的公布。搁伫个差不多过年迄个时阵，2月中的时阵，我半暝12点接到一个英国来的电话，我就接起来，结果是讲英语的。然后我英语平常无遐好，结果迄个暗时迄通电话伊讲的，我拢听有。然后我感觉，我迄阵就感觉足。完全无想到讲我会当摕到金牌了后，上重要是得到双金。这款出国比赛得冠军倒转来的果子酱，其实是歌仔甲生活美食作家叶基兰合作的果酱。叶老师对我来讲，伊嘛是算我家己感觉啦，伊是我的老师之一。因为当初我学果酱的时阵，因为我毋是伫灶骹习惯做灶骹工课的人，所以我所有的学习拢对零开始。所以我差不多嘛是10年前的时阵，伫个叶老师开的课内底学习开始学安尼。所以叶老师对我来讲，对我做果酱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开始的。其实我注意柯雅的果酱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。那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就是吃了它多款不同的果酱。那我很喜欢它在那个水果的质感、跟香气、跟风味的呈现，然后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配方。所以说后来认识了以后，就有好几次跟他说，来帮我们 Pico 做点东西吧。受到叶依兰的邀请，共同研发，嘛经过真侪届不断试口味，才来做出这款冠军的果子酱。研发的过程长达半年哦，就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反复的试吃，就是那时候其实柯雅做了好几个版本，那中间我们就是对于那个就是橙花的这一款是比较喜欢，可是那时候觉得就是整个那个果酱的那个香气不够奔放跟强烈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请他适度的提高那个就是柠檬的比例，然后让它能够那个更完美。在试口味的过程，歌仔同时佮将去产地看水果的过程，利用果子酱呈现出来。我阁想要教我去看水果一个甲这过程放入咧果酱内底，互大家发觉。所以迄阵我就感觉讲，我想要甲迄柑仔花摕入来，因为柑仔花的花香是咱一般人其实拢品袂到的。毋过这个花香实在是足清香。然后足趣味，我感觉这个香味有够水的，所以我就想要甲伊刻入来，所以我就刻金枣、桔仔，还有柑仔花。台湾水果的特殊风味，加上歌仔的手艺甲叶依兰的调味，完成这个和欧洲人真学乐的果子酱，用台湾水果和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报道。瓜果子鹅做酱，亚洲全球出名声，真正是出名声人讲哦，得冠军摕金牌，光荣倒转，咱欢迎瓜仔。大家好，我是歌仔对中华来的，今仔日真欢喜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着我的故事安尼。哇，你的故事实在有影精彩，安怎讲呢？咱先来看这头前3张奖状，第一位 Great Taste 2019，就是讲上好的这个味啦吼。好，上好的是对。这个柯雅 Jam for Honey Guava Jam， 巴拉酱啦吼。
咱来过来看第二张，哇，这个较无简单。第二张这张是上重要的。对，Double Gold Winner， 镶金呢？镶金是安怎镶金嘛？镶金的意思就是讲，这个比赛内底咧，伊的项目吼有5个项目会大家会当摕到金牌，啊，甲这金牌集结起来，咱搁选一个年度、年度上重要的金牌安尼。五个内底搁头一名就对啊。对，所以伊是金牌内底的金牌就对啊。金上加金对，啦吼。镶金的原来是安尼。哇塞，所以这个做的这个，就是咱头早讲的柑仔、柑仔、金枣、金枣，柠檬。对，柑仔花，对。这等下好好来研究一下，是安怎有这个成果啦吼。第三张搁较无简单，是日本啊。咱5个时阵伫日本摕到的金牌。嘿。咱看这个奖状头顶哦，伊写铺路的哦，这个50音内底吼，这个卡纳吼，伊写铺路的这个部分，啊，佫是金奖。这个较无简单，因为这无开放，过去无开放这个台湾人。这是第一遍有外国人吼，伫日本的这个国际奖的比赛内底摕到金牌。所以因拢感觉拢感觉就哪会像意外安尼，一个台湾人来摕到金牌安尼。真正是普罗顶级啦吼，所以做这个国际奖，真正有这个心得啦吼。过去做偌久啊？我今年拄啊好第10年，所以我感觉第10年摕到纸的鼓励对我来讲真正最重要，因为已经这个学问已经研究10年啊。10档啊，嘿，头一年就参加比赛，摕到3张奖状。对。哇，心情安那？心情我感觉，我感觉。当然是足欢喜的，问题是我感觉上重要的是，这3个奖等于是为台湾摕到的。哦，我感觉这个意义是是伫这个所在。真正啦，咱讲欧洲，欧洲，大家人嘿国际奖想到欧洲。对，国际奖其实是欧洲的代志，因为因遐的风土、因遐的农业，甲因遐出现的迄果子，其实拢是最适合摕来做国际奖的。所以咱若来讲国际奖，咱讨论的拢是欧洲。对啊。所以迄阵我伫3月中摕到这个奖金，2月因联络我的时阵，因就感觉讲足好奇的，想讲一个亚洲来的人，啊，搁对台湾无熟悉，啊，因哪会摕到上重要的奖？因为这个奖15年来拢是欧洲人摕到的，是，嘿，敢若有1年是日本人摕到，所以因即届就感觉讲，台湾人第一遍参加，啊，第一遍就摕到遐大的奖，啊，这个人是倒位来的？啊，为什么伊用什么水果来做的？是，所以去参加这个颁奖典礼时阵，大家拢看讲，我啊是倒一位，阿坤是倒一位。我第一遍感觉讲，哇，家己足受欢迎啊！结果其实毋是我受欢迎，是因为你的国际奖，对，是这个国际奖，因好奇讲是啥物水果会当摕到上大的奖安尼。是，你参加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柑仔类的啦吼。柑仔类，对。是先摕到这个金奖，啊，尾啊这5项内底拍败倒几项啊？应该讲今年这个比赛有3500冠，哇，摕到比赛，咱是唯一一冠摕到满分的。是，对。所以伫遮拍败3499冠。对。正确来讲，应该是安尼较对。对，哇，3400外的。这真正足无简单的。我去因公领奖的时阵，小可去了解因安怎评审的，较发现讲真正无咱想的遐简单啊。你头头讲到要制作出这个台湾口味的。对。柑仔花、金枣、柠檬，内底佫有蓝柑仔。应该讲迄芥仔啦。芥仔吼。对，蓝芥仔。所以你一般做这个果子酱，嘛是唔单干那搞胖尔吼，佫有其他作用。其实果子酱唔是干那嘛摕来搞小胖遐简单，伊会食的方式足侪，比如讲我拢带出来淋迄，比如讲泡茶，吼，抑佫有就是控肉，我控肉拢会淋一寡这柑仔的果子酱，气味非常的好。哇，系啊，巴肚枵啊！所以咱咧讲，唔能干那搞胖，控肉嘛会使。控肉，然后抑佫有比如讲，煎的，比如煎的鸡肉，嘛最适合的。是。嘿。哇塞，所有的食材拢会当对着咱的这个果子酱啦。对，咱家想到讲伊是一个稳酱，就好啊。咱莫家想到讲伊是果子酱。果子酱你若想，你就感觉讲伊敢会当做甜的物件，可能放伫鸡卵糕卷顶，无就是搞熟胖。啊配茶，安尼那尔，你就感觉讲，那亲像敢会当安尼用，其实伊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的侪，对啊。是，咱来讲这个台顶1分钟，台骹10档啦吼。10档，这10档来，有啥物较艰苦的所在无？敢若为着，比如讲我毋是专业出身的，我毋是灶骹
学出来的。是，我是特别咧写文章的人，所以比如讲，我就要开始了解果子，了解果子安怎种的，为什么有这个气味？啊，咱台湾一年4冬，吼，一年春夏秋冬出现什么款的果子，我就要去找嘛。啊，找了后就要了解，比如讲跩农友，你若无了解到，雄雄走去，因就感觉你无啥，你来教了我呢？你爱哪互因会当信服你？所以我就爱做足侪功课，就爱读足侪物件，爱安尼。还佫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伫灶骹内底，我就爱安那边头开始切，边头开始煮，啊，跩拢是爱对零开始学的。自零开始啦，自零开始学的安尼，所以每一步真也拢足无简单的。比如讲，我记得有一遍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我走去南投内埔，我去找迄来啊，对，我去找来啊，迄个所在的网仔足侪，然后农友因拢顶一罐啊，拢无安怎。我第一遍去，顶甲规身躯拢是包，结果过敏到全身因惊着，因为随厝啊去病院去急诊啊。哇塞，这严重！我想讲哇，安尼为着要做果子酱饼干呢，应该嘛是应该。嘛是头一个呢。对。红顶甲规身躯拢是。还佫有阮一遍去宜兰的山区去找苹果，迄阵迄个农友其实拢无啥信道讲，你真正为着要找一个苹果，你真会拼起来。我就真正开5点钟的车，拼去山区去找迄苹果。啊，迄个苹果迄个所在足悬的，无法度车无法度拄会着，所以车停伫山骹就用爬，边头爬去，啊爬去伊就感觉讲，你真正是在做。你是认真的，好，我愿意把我的苹果交予你，我愿意把我的知识传予你、教你安尼。是。嘿，所以我拢是安尼一步一脚印安尼行起来。较早有运动无？无运动，为着找果子，所以爱运动。嘿啊，拢爱运动啊！为着要找果子，真正拢行到剃腿啊！真的拢是安尼，车安尼驶的，遐拼安尼。其实我为着要做果子酱，较开始学赛车的。哇，所以学足侪物件嘿。学足侪物件啊。是，对。所以浸头死的时阵，果子酱有下你的味无？还是试几来十届？讲实在的，真正第一遍做的，迄罐果子酱实在有够歹食。够歹食。我迄阵做着这个果子酱，我较发现讲做啥物代志拢有伊的美感，拢有伊的学问。我迄阵做果子酱真正家己想上简单啊！我感觉就是果子切的刻落去。啊，冰糖倒落去，啊，柠檬汁甲伊整落去，安尼刻伫迄加速炉管顶，甲伊熬规工，安尼就好啊。结果其实无遐简单的，因为你内底真正袂够有够济，你爱知当时爱几火，吼，当时知讲，安尼做口味甲火候已经够啊。其实迄拢爱1遍、2遍、3遍，爱煮几啊百遍，较有法度，嘿，有经验的累积，较会知讲啊，安尼较是好的。所以我拄开始真正倒掉。足侪果子酱，啊，毋过我有留我10几年来做的第一罐。哦。嘿，迄罐是草莓加迄柑仔夹做伙的口味。所以迄罐是你头拄讲真歹食迄罐。有够歹食，佮有够失败的。所以家封存伫遐。对，我家封存啊，对罐啊，提醒我讲，这就是我人生做果子酱的第一步。哇！啊，定定提醒我讲，这是第一步。啊，袂当袂记迄当初为什么要做果子酱的开始就对啊。是。咱来讲果子酱啦吼，放伫这个罐仔内底，封存啊。封存。对你来讲，封存着什么？伊对我来讲意义足侪，伊封存的毋是干那果子酱有好食无好食咯，伊还佫封存的是我对这个果子酱的了解甲熟悉，还佫有我对果子酱的想法。啊，第二个就是咱台湾的大自然环境啊，环境、自然、风土、农业拢伫内底啊。啊，第三个还佫有咱封存的是农友对这个果子的熟悉，还佫有伊的看法拢伫内底，所以这个果子酱封存的真正无简单，内底有足侪的学问拢伫内底。我希望是互大家会当因为食一喙，就会当看到这的世界就对啊。因为我感觉看到农友的辛苦，看到咱的环境，啊，咱台湾的自然，啊，一年烫天。吹啥物风，落啥物雨，啊，即马拍的是啥物日，迄学问拢伫内底，我感觉足趣味的。哇塞，所以这个果子酱真正无遐简单啊！无简单，而且我感觉足好耍的啦，因为你伫内底会当看到足侪物件。有影。其实哦，咱咧讲做果子酱，
嘛是你头先一步一步来，啊，嘛有甲人合作吧？对，我嘛有甲人合作，嗯，嘿，做足侪趣味的趣味的合适安尼，是，有甲谁合作？有这个叶老师吼，叶宜兰老师。对对对，哇，叶宜兰叶老师是咱台湾吼，迄食品界的一个上重要的，我感觉是我的迄偶像就对啊。所以我当初10年前开始学果子酱的时阵，我嘛有去上叶老师的课，对伊安那去啉一杯红茶，啉一杯酒，所以迄阵即个香精，即个口味，其实就是甲叶宜兰叶老师共同咱来研发的。嗯，所以做伙研发，所以这个 Double Gold Winner 嘛是要甲伊做伙来分享啦吼。会当到的这个奖是叶宜兰叶老师，咱做伙到的，是，哇塞！所以伊教你着什么？伊教我就是咱迄阵去思考着讲，比如讲咱要做一个台湾的柑仔酒，咱爱有啥物，咱爱用啥物水果较有法度，互大家看到咱台湾的滋味，吼台湾的风土伫内底。所以迄阵我就想着讲，好，咱要去参加这个比赛，每一个拢有因的代表的柑仔的水果，咱要找啥物水果来代表台湾。所以我迄阵就选着用宜兰的金枣，佮宜兰的桔仔，因为我感觉宜兰的金枣佮桔仔有法度代表咱台湾的风土。所以迄阵叶宜兰老师伊嘛足同意即个看法，所以咱就选定即个水果了后，咱就落去发展啊。是。也佮有柑仔花，其实是我做果子酱常常用的一个食材。我感觉柑仔花对我来讲上重要，就是因为我当初去开始找水果，我去南投的中寮，我去看迄柑仔。迄阵我对柑仔花。其实咱一般看水果，咱熟悉拢是果子，咱袂去了解讲着伊的，比如讲伊开花期啊，还有伊其他的风土啊，成长的这个部分。所以我迄阵去感觉应该讲足感动的，就是迄阵我去山头，看到迄柑仔花拢细细一蕊，一丛一丛一丛安尼，风一吹，哇，伊满山。拢是柑仔，拢是柑仔花的香味，这个香味足野的，佮足清芳的，我就想要把这个感动刻伫个果子酱内底，互大家会当闻到、甲捉到。所以这个香味，互咱世界杯想要甲伊封存伫这内底，封存起来，互食的人有这个味。其实啦吼，咱讲你的这个部分出国比赛，但是过去的这个状况吼，实在是对，这拢是过去的记忆。甲这足水的记忆刻入来，互大家会当了解。嘛是因为安尼，阮的消费者较发现讲，哦，原来柑仔花是生做安怎的？阿便伊即摆已经有印象啊。阿便伊看到伊就走去柑仔遐闻这个香味，闻看卖安尼。是啦，咱咧讲摕金牌真正无简单，但是你过去，咱头拄嘛有讲到，日日操、面也操，过去遐尔辛苦，咱来看过去辛苦的过程，做来看。小可佮入过，因为伊外表有刷粉啥物的。做果子酱上重要的主角就是水果，每一个时期、每一种品种，水果的滋味拢无同款。要如何做出风味好的果子酱，靠的就是经验。每一个品种的迄水果拢有伊的特色。有的是香，有的是酸，有的是有一个足甜蜜的迄香味安尼，所以我就会用无同的品种来配出上好的迄配方。做果酱上用的水果上好的熟度是差不多全熟，就是伊伫的迄熟度上好的时阵，甲伊拌落来，随用来做果酱。迄阵的香味啊、甜度啊、酸度啊，会表现拢会足好的。歌仔讲，往来是真有台湾味的水果，不过处理起来是非常高工。像这是迄伊的肉拢爱甲伊切甲足清气的，因为伊这食起来口感无好，所以阮咧做果酱的时阵，咧做处理拢爱处理甲足有工的。现在切水果动作非常流利，不过这呢油的刀工拢是用时间慢慢练出来的。往来是因为有一冬，迄阵我也袂晓安那叫往来，我嘛毋知往来的轻重。结迄阵伤大胆，我一摆就甲阮的合作的果农一摆甲伊叫2000斤，我嘛毋知2000斤是偌济。结果2000斤来到阮的灶台的时阵，我看到菜单袂分去，因为有够济，然后阮就你把写安尼，写甲手拢受伤，拢碰拍就对啊。就是因为迄冬
安尼连就甲这下往来刀工甲伊连起来。一届以外的2000斤所来成就歌仔厉害刀工，不过伫灶骹内面也佫有真侪复杂的工课、真深的学问。有时共款一个人进的，敢若差一礼拜，可能好昨暝有落雨，我今仔日收的往来的口感啊、甜度、酸度拢完全无共款，所以就爱对经验去判断，讲我今仔日糖爱落偌济，我今仔日的柠檬汁爱安怎发落，所以这拢是经验。有时你真正就歹讲啊，我有一个迄配方，就照迄个配方去行，就啥物拢会当，拢无问题啊。对切水果开始，一直到落鼎煮，每一个细节拢袂当凊彩，嘛因为遮尔认真的精神，可袂少人肯定。亲像是世界面包冠军陈耀华嘛选用歌仔的果子酱。我即摆店里内底放有2款用着可雅的果酱，就去做鸭。柠檬凝露的部分呢，我是甲可颂做可颂的内馅，就是内鸭。所以咱在食的时阵我来柠檬凝露加奶油霜伊个合作伙，所以伊就酸酸甜甜，伊个滋味我感觉是讲就内地蒙的迄个口味就是讲诠释了就好的。另外一种3种草莓丹麦，就惊讶的一种，因为伊伫咱台湾找到3种无共款品种的草莓，然后来煮做果酱。每一种草莓伊都有伊家己特别的口味甲口感，对。所以当然试食了后，我就足介意这款3种草莓丹麦这个果酱。面包甲果子酱这2个世界冠军的结合，上重要是这2个人对食材理念甲坚持真相同。其实上主要、上重要是咱一定要用一寡天然的食材，袂当加任何人工的香料啊，人工化学的物件。那当然，另外一点是因为可雅伊的果酱拢是用咱台湾的食材去做，然后伊佫用咱台湾的食材做果酱，然后出国比赛佫得冠军。我感觉这个理念甲这个做法是足好的，这嘛是讲我会足放心用可雅的果酱，还是讲我会坚持要用可雅的果酱来摕伫我店里卖，还是讲甲我的胖合作伙安尼。台湾的物产丰富，一年四季拢有水果。歌仔运用在地食材和果子酱发光，将台湾的乡土滋味甲文化风情透过果酱来传达。伊回去食了，想着1天2天食了，差不多半个月还佫想我的果子酱，伊就感觉讲阮的店内底一定爱卖着你的迄果子酱，所以伊就过来找我。就是有伊的肯定，这就是我第一步，对迄摆摊开始发展着家己的品牌。歌仔阿君啊，这原本住伫咧台北。对，我伫台北做食头路。食头路，真正头拄仔讲的，是来炒面啊，是咧炒啥物啊？迄阵工课伤趣味啊啦，所以我就就认真拍拼来做工课。一天差不多拢伫迄办公室，差不多拢十几点钟。是。所以食嘛是黑白阿白食安尼，所以身体就怕歹啊。毋过我感觉迄是家己无甲家己照顾好啊，所以身体怕歹了后，就无法度做工课，我就爱转去中华，转去迄新港收养安尼。收养。嘿，对。这个过程偌久？这个过程我破病安尼差不多2-3年的时间，迄阵真正破病甲足严重的，逐工差不多敢会当醒起来2-3点钟安尼啦。2-3点钟。对，过来若过中昼就无力会当行路，拢伫迄眠床的休困安尼。是，所以厝里的人安怎甲你照顾？厝里人就四界去看医生啊，找你。嘿，带我搁去拜拜啊，啥物拢是差不多这个点数啊。转去，因就感觉讲安尼伫台北嘛毋是办法吼，所以不如你转来，甲台北全部拢结束，转来中华，厝的人嘛伫身边，较有法度看顾会着安尼，大家嘛较有法度安心。所以我就想讲好，安尼嘛好，就转去新港休困者啦吼，但是讲这个身体互你的警告实在是真大啦。系啊，你来互观众朋友看，互你看大家，就是互大家看你的手啦吼。其实就是无好好照顾家己，无好好照顾家己，所以迄阵身体机制拢害去安尼。嘿，对。毋过我感觉迄阵就感觉讲足怨叹的，因为我足介意我伫台北的工课，甲生活，甲即个头路。毋过我即马年岁有一
有一挂咯，我就感觉，少年，我就感觉讲，其实这是好的提醒，因为提醒你讲，你安尼的方式可能唔对哦，你爱落来想看卖讲，安尼啥物是对你上好的，所以我颠倒是感谢着讲，我迄阵身体互我即个警告，互我即个提醒，互我有机会搬转去中华新港，好好去思考着讲，啥物的生活确实。对我来讲是重要的，而且我嘛感谢着讲有法度转去陪伴阮阿公阿嬷，系安尼。是一个陪伴啦吼。对。这个有当时啊天公伯互你的这个 sign 啦吼。嘿，对，提醒。其实有时我因为安尼合着就是有时这个提醒无一定是歹的，对。咱可能会感觉讲啊，得这个病吼，感觉足严重的怨叹，结果等到感觉着讲有时免怨叹的，你就爱去想看卖讲伊。会提醒到底是啥物？是，这个病啦吼，头拄咱嘛互这个观众朋友看你的手，你头拄讲到4点钟，这个肉内底空气啊，对无？嘿，对。哇，这个空气迄当阵，真正感觉讲，可能我的人生就差不多活袂过30岁哦。因为迄阵就差不多26岁、27岁的时阵，对。当要起步的时阵，是。当要想要冲的时阵啦，因为迄个头路我实在足介意的，所以想要拍拼、想要冲的时阵，结果突然间，迄天公伯就叫我爱动来安尼。是，不过你头拄讲到这个出版社这个部分啦，对。因为你即阵做这个果子酱，对，尾啊嘛写做册，对啊。其实嘛无这个颠倒头洗啦吼，对，就是搁洗倒转来。系啊，我感觉讲，真正这路拢袂白行的。你忙的代志，有一天天公伯啊，也是互你搁做着安尼，所以这个名做安尼才做果子酱啦吼。对。是，这内底因为你较早嘛读这个中文的吼，对，我中文。所以这个你的文字写起来无问题。对，毋那是无问题尔，写起来，互人读到，这毋是一般这个教你安怎做的，你其实有开足济这个心。我开足济时间，其实我迄阵研究这果子酱，我毋哪研究讲安怎做较会好食，我去研究着果子酱的原始，伊的历史，是伊伫世界倒一个所在，大家安怎去认同这个果子酱的，还佫有足济文化的方面，所以我其实是甲这个世界所有关于果子酱的迄文化全部拢读过一遍。经过我的思考，较整理出来伫册内底，甲大家分享。是啦，真正咱真正讲这路是袂白行。对。逐回吼，过去这个教写文章啦，迄当阵小朋友应该嘛足介意你的。对啊，教作文啊。是，所以即阵家己写，颠倒是这个天公伯这个sign。是来甲对最好，嘛有家己一个作品，因为伫出版社做代志的人，拢会希望着讲，即世人有一本家己名的册啊。家己名的册。对。所以我感觉天公伯对我袂歹。有影啦，头拄咱讲一直叫你阿君，是安怎人拢叫你阿君？厝的人拢叫我阿君，这是细汉的时阵的姓名。对。所以这个阿君啊，咱头讲着走去国外得金牌回来，咱嘛回顾着这个你的这个较早。这个身体出状况，其实都拢是天公伯，互你一个考验，你这个通过这个考验啦。其实咱咧讲吼，这个头拄咱嘛讲到，原本伫出版社，对，但是出版社要互这个册会红会清，行销的部分是真重要呢。对，我进前伫出版社，嘛有学到这块啊。我感觉学到这块最好的就是学到行销这块，我就会当用来。我要安怎做果子酱，互大家会当认同，互大家会当食到安尼。这地佫会当回到册头顶嘛对，册要安怎互大家看到，我要安怎写，互大家较会感觉讲，我要学习这个果子酱是简单的，我拢看有，我拢知影伊要安怎做就对啊。是，所以行销的部分就是较早这个出版社这个经验的累积。对，是受大家的照顾去合着的。是啦，咱咧讲出版这个册，有啥物美感无？出版册美感，迄阵啊，我感觉我上重要的美感就是爱安怎甲我学到的物件全部拢刻入来，互大家拢学会着。因为我迄阵咧学果子酱的时阵，嘛买足侪册来看。我感觉迄阵就感觉有一点仔可惜，就是有时讲无够，有时佫讲一撮啊，还是安怎的。好，所以迄阵我就想讲，我就爱甲全部物件刻入来，整理互大家了解，互大家会当。敢若买着一本册，就会当做着，互大家
鹅肉的迄果子酱安尼。真正是鹅肉啦吼。其实咱讲有册，有这个果子酱，这个白胆的经验有无？有，迄阵白胆嘛是好耍。我自一开始吼，毋是着计划中着要做迄果子酱的事业。我迄阵真正是好耍啊！互我的迄时间较丰富、较趣味安尼。所以迄阵去白胆是因为我迄阵也伫迄咱中华遐做一个采访的工课。哦。嘿，做采访的工课，迄业主因着办迄菜市啊好耍的迄市集，吼，伊就问讲啊，你若有时间，你要来摆一个无？因为我知你咧做果子酱啊，我讲好啊，安尼迄阵佫用电脑去拍哩，啊佫加迄瓢啊搭去安尼，啊迄阵就感觉好耍，啊就去耍啊，啊结果迄阵就是有一个足好的机缘，就是有一个咱台湾足好足大的品牌的经理来看到，啊迄阵伊感觉讲啊，这拢瓢啊拢家己印的，拢看起来也无像稳定安尼。问题是伊回去食了，想到一工两工食了啊，差不多半个月，还佫想我的果子酱，伊就感觉讲啊，阮的店内底一定爱卖着你的迄果子酱，所以伊就过来找我。啊，就是有伊的肯定，这就是我第一步，对迄白胆开始发展着家己的品牌，啊，就开始去登记家己的公司，啊，一步一步，啊，这我感觉比较趣味的，就是这一步一步，拢毋是我按算的，拢是大家安尼一直甲我鼓励，嘿，甲我推送的安尼。哇塞，真正是真无简单啊！有拄到这个贵人也好，真正拢是贵人。所以哇，咱头讲到啦，其实这个果子酱毋能干那果子尔啦，其实你找找足侪这个食材，无论是这个 whisky 也好，咱看到这个 whisky 酒，这个白酒，嘛是你的这个食材元素之一。我就介意用酒的，嘿，因为我其实介意啉吸一两杯安尼，合适啦，合适。安怎讲？酒的旁边吼，我感觉伊最厉害的是，伊甲果子酱共款，拢是封存的艺术。所以伊内底封存的艺术，嘛会当封存咱对即个国家的风土、农业甲人安怎去做酒的迄个观念。所以我感觉伊甲做果子酱是共款的道理。所以我就足介意酒的。是。嘿，咱台湾酒是咱台湾的酒。台湾的酒，哇，咱台湾的酒真正出名，而且是对宜兰来的，因为宜兰的水质非常的好，咱台湾上好的水就是伫宜兰啊。所以我迄阵就感觉讲，我想要用台湾的威士忌来做一罐果子酱去参加比赛，所以咱这罐就是用宜兰的威士忌。是。对。哇，所以酒咧找找。拢爱家己试过，拢爱家己试过，这是一个足好的理由。你会当吸两杯安尼。是。系啊，茶嘛是啊，为着要找茶，我嘛是走去迄南投的山区去买茶，然后去做茶安尼。每一个过程我拢希望讲，我会当去实做，因为实做你较有法度去了解讲，这实在是安怎做出来的。是。嘿，你学习愈侪，你就会当得到愈侪知识去做迄配。应该讲去做上配做伙就对啊，因为你若食到我的果子酱，你会感觉讲，那拢毋是干那一个口味尔，毋是草莓，嘛毋是柑仔，我这是花甲酒，啊，佮甲茶，佮甲柑仔淋做伙，拢足复杂的。有这个真有沾醋的这个味啦吼。沾醋。咱咧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吼，做这个倒顶年柑啦吼。年柑，倒顶年柑是倒代是真简单啊，你年柑。就是摕这个柑仔类的这个物件去比赛，真简单，就摕到奖啊。对。但是咱头拄嘛讲到，这个功夫是真重要，10年的这个培养。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啦吼，这10年中间内底你有经历着这个破病，对。有经历着这个找找人生的这个各种可能，是安怎是果子酱？无其他的吗？因为迄是一个机缘嘛，对不？这真正是一个机缘的，因为迄阵拄好伫迄春天的马柳，春天的马柳，咱若去菜市啊，就知影讲迄草莓拢足俗的，拢一篮一篮的卖。而且迄阵我嘛毋是伫迄灶骹内底迄煮食的人，所以我感觉果子酱较简单，所以我就参我的小妹，阮就去菜市啊去买俗的迄草莓，就伫迄灶骹就开始煮啊，因为伊处理拢伤简单啊。迄阵是因为为着要一种生活的气氛，感觉在做家己的果子酱，家己泡一个茶，伫遐食就感觉安尼足风雅的，所以就开始安尼做。等到就买遮水果伫灶骹开始处理，较知讲原来无遐简单的，做了佫遐失败着。所以迄阵足好耍的，就是阮小妹就感觉这是足了工的，伊甘愿去外口买一罐。我迄阵感觉讲，我哪会做甲遐失败哈？我想要知讲。
为什么会失败，为什么会成功，伊的美感伫倒位，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啊。所以这开始就是安尼。所以嘛无想着讲其他的这个路来行。无呢，因为迄阵真正是为着要好耍啦。啊，嘛唔知讲安尼一步一步有限制桂林的斗相共，搁安尼推上，我就开始行上这条路。啊，毋过我是安尼算差不多算5-6天了后，我就开始想讲，嘛有一个年会啊，大家各项支持着，然后而且还佫有一个使命感。这个使命感就是讲，咱看到讲日本。看到欧洲、法国、意大利，还有英国，因对家己的果子酱拢有家己的看法。我看到咱台湾水果加工的历史，咱有咸酸甜蜜饯，啊有这个历史流传啊足好。问题是完全拢无果子酱的流传，所以我迄阵就想着讲，应该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代志，爱记录这件代志，而且爱甲台湾的果子酱下一个上重要的定义。安尼咱出去世界的时阵，较会知咱的位置伫倒位，咱的看法伫倒位，靠法度去交流。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使命感，我就想要做这件代志。那想要做这件代志，就爱开一世人的时间来投入。所以我差不多是嘛是这2年的时间，就感觉讲，我感觉我这世人就是爱为果子酱来拍拼。哇，咱阿君啊，想要用一世人的这个人生啦吼，继续来找找这个果子酱的这个可能，咱继续来看讲，伊这个找找过程是偌尔辛苦，咱做伙来看。瓜仔对2009年开始接触果子酱，伫一届搁一届做果子酱的过程当中，伊发现要做好果子酱，就爱用好的水果。这当这就是红心芭乐。就是红心芭乐，啊，这个时阵敢有花哈？哦，对无？对，你看迄皮就知讲这是红。啊，这个红的，这当这就是红心芭乐啦。为着要做果子酱，瓜仔全台湾行透透去找水果。伊讲拜访山地是必要的，去现场才会当了解农民栽种的学问有偌深。啊，我芭乐园我毋捌说地头济啦。你像咱迄个物件坎的，啊，这个飞开就变咱的笨啊！你讲。这肥的啊，有啊，这啊。这肥的。这爱看哦，啊，这根啊，这就是伊的。这芭乐根。这芭乐根啊。比普通一般果园要找这款的。这就咱拢用迄个菜皮、笋壳、甘蔗叶下来砍，哦，像迄拢安尼砍落去，唔知有这款的物件，无这款物件。土量是较肥、较营养安尼。嘿啊。啊，咱咧食，安尼咱的芭乐品质才做起来。咱唔是讲一般拢用化工肥料，哦，这当这就久啊。哇，这当算老张。这10多年。我若摕水果啊，首先我拢会先叫一批来做看卖啦，感觉真正袂歹，我就会对这个水果有兴趣，我就一定爱去产地看伊是安怎种的，因为咱种水果有足侪无同款的迄农业的方法，啊，伊种出来的方法，因为无同款的方法种出来口味。口感拢完全无共款，所以我就要来了解，因为你了解愈侪，你有法度钓到愈侪知识，你较有法度讲掌握到你做果酱的气味会好，品质会好。坚持用有机无毒的水果来制作果子酱，实际来果园看过才会当安心。瓜仔讲，平常时拢是家己一个人踮伫灶骹做果子酱，出来行行看看的，甲农民开讲，嘛是得到动力的来源。今年比2个比赛拢摕到冠军嘛，去参加一个英国的比赛，用你的芭乐去参加，擱摕到一个大奖啊！哦，还无简单，无简单。有一张奖状摕过来，系啊。是你的芭乐厉害，真正是。哦，你都无形中，你唔信啊？你迄那个上完落吼，我走袂离啊。因为对口味的敏感度，靠瓜仔会当运用大自然的美味，透过制作果子酱的手法，煮出丰富多元的在地滋味。瓜仔将果子酱创作当作是对台湾这片土地的尊敬加感恩。未来，伊将要继续探索水果的各种可能。
咱这个阿君啊，发现爱做好果子酱，爱用上好的这个水果，咱嘛知影伊为着这个果子啦吼，全台湾行透透，嘛有行到国外去。行到国外去，我行去法国啊、英国啊、日本啊，去遐去拜访这水果的时阵，顺续拢会带当地做水果，做果子酱啦，是去了解到因水果的特色，安尼，这拢最好耍的。是，尤其是摕到这个酱料后，对搁较济这个季节啊，这个国外这个季节啊吼。对，钓到这个酱料后，大家对咱有一个肯定嘛，因就会感觉讲，哎，安尼我甲你交流吼。迄意义就愈大，所以因为钓到这酱料后，阮就去英国啊、去日本，甲大家做愈亲密的交流，去了解到因当地的农业、因的水果加工，也有因加工了后，安那行销出去外国。因为我感觉这是咱台湾即马上重要，爱取得的学习的经验安尼，所以我就足拍拼去甲大家去请教，去甲因学习就对啊。是，咱头先嘛讲到这个 Double Gold Winner 啊吼，这个田庄还是讲这个庄仔头，嘿，这个庄仔头，伫咧英国上北部，有够寒的，真寒。对。是，伫遐你看到啥物？哦，伫遐我看到大家对这个柑仔酱吼，对这个果子酱的热情，也搁有大家吼，因为咱来无这个地球，大家应该说各个地方啦，所以嘿试过啊，大家来这个所在就就想要知讲，恁这个国家的柑仔。水果的特性是啥物？啊，恁遐的人是介意食啥物物件？大家拢会分享这个资料就对啊。所以阮去迄个所在，比如讲，我就看到讲咱台湾一个机会。是。这啥物机会？就是我感觉咱迄阵选的这个水果选到啊。因为我较了解到讲，咱的迄金枣伫咱台湾足日常的，伊毋是足高贵的水果，一斤差不多50块、30几块就有啊。结果因伫欧洲竟然是一个足贵的水果，那亲像咱迄买日本的迄苹果还是水蜜桃共款。是。啊，就是因为遐高贵，因无可能摕来做果子酱，因拢敢若食拢食袂赴啊，所以因就感觉讲，这罐非常的高贵。啊，迄阵这个比赛拢会下量来买这果子酱伫现场，互迄现场的迄观众参加的评委当买。这罐就是因15年来有史15年来自开始以来吼，下的量上大的。这对咱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肯定就对啊。所以因拢对因足支持的就对啊。是真正支持啦，所以你嘛就伫这个比赛这个去领奖这个期间啦吼，熟悉到足侪普罗的这个人。熟悉就足侪普罗的人，而且佫去学习因安怎做果子酱的，因安怎用，比如讲欧洲是安怎食果子酱的，咱知因安怎食了后，咱倒来就有一个，这基础的熟悉，咱就知讲后边来去欧洲要安怎推广就对啊。若去日本，因是安怎食，要安怎推广安尼。所以就伫遮学到佫较侪。对，市场的，应该讲去了解这个市场。头拄咱讲到。头拄先是做尔，出册是行销推广，即马爱重的就是这个市场这个部分吼。要安怎卖这件代志最重要。尤其是这个台湾口味，对，搁撒出去。你有想到啥物方法无？挂包，挂包。对，阮迄阵去英国的时阵，特别去拜访一个台湾的查某囡仔，伊伫迄英国卖挂包，卖到最好已经开4间店嘛。因挂包内底会放控肉嘛。我伫台湾本来就足介意甲柑仔酒甲控肉混做伙，我就感觉讲，这件代志。若伫英国来做，一定做会起来，而且咱阁得到这个奖金大奖嘛，所以我就去拜访伊，咱就去了解讲，这件代志有法度会做成未做成，安尼就来计划安尼。一般人咧食挂包内底这个土豆粉啊，盐水啊，所以这两项先卖放嘛，就先放给咱酱。客盐水味的最好的，客土豆粉嘛最好的，甲这柑仔酱，对，我伫台湾拢已经有试做过啊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这个物件会行，而且你南柑仔酱，英国人因最好耍，因对早甲暗，因咧食啥物早餐啊、下午茶，因拢会淋这柑仔酱，所以客人对因来讲，这就是一个熟悉的气味安尼。真熟悉的这个气味啦吼，对。尤其咱咧讲到真调味的这个物件，试过骨啊，10届吼。对。所以这个总算互你试着啊。对啊，而且我感觉讲，果子酱甲咱台湾的料理其实拢合的斗会起来。伊就咱亲像咱的合咖喱，咱用迄鸡肉温的酸甘嘛，温的那个。客人啦吼。客人。集中啦。集中对，温集中，抑搁有伊甲咱的控肉，伊甲咱的迄咸酥鸡，其实拢斗会起来的。
所以即摆我就是要推广咱柑仔酱、果子酱要安怎甲咱台湾人的料理会当夹做伙安尼。做结合啦吼。对对，伊较会当深入咱的生活，啊无咱永远拢会感觉讲，伊就是西方的代志，吼，啊一定是加迄熟芳，啊搁有加迄鸡卵糕较斗会起来的。所以安尼看起来，咱下摆即个盐酥鸡也好，即个挂包也好，拢有做一新的你一定这个可能。要试看卖。我一定要试看。对，咱现场咱无准备着即个物件，互我试食一下啦吼。不过咱讲倒来啊，就是讲即找找即个食材的过程，其实咱头拄讲有的物件无一定下即个果子酱。对。伤甜的。伤甜的、伤水的，比如讲西瓜。西瓜。对，西瓜最好耍的是，西瓜是用来煮喙焦的，所以伊的芳味甲伊的甜的气味拢伫迄水内底。啊，伊甲咱做果子酱是颠倒变的，咱是爱甲水吼，甲伊塑搭，较来调迄果子酱嘛。所以比如讲西瓜这种物件就无适合啊。我迄阵嘛用西瓜来做过，哈密瓜、黑麻来做过，梅弄啦吼，梅弄来做过，有够歹食。有够歹食的，所以你头一罐嘛做出来。迄罐是同歹食的，同歹食，啊，佮有普通歹食，甲足歹食拢有。啊，这拢是实验过程，拢足好耍的啦。对。所以，这个若观众朋友啦吼，要对你的这个册学到啥物，你感觉学会到上重要是啥物？一定学会到功夫的，就是我甲所有做果子酱的美感，真正拢伫内底啊。比如讲，大家一定会烦恼讲，啊若内底拢无啥物，无淋啥物化学的防腐剂，会害去无？伊会害去袂？啊，伊会生菇袂？啊是安那会生菇？我嫌安那生菇拢甲你讲啊，你较有法度去判断讲，哦是啥物定数毋对，啊我安那克毋对，较会生菇，较袂当食安尼。啊你就是对这个学问爱有全部的了解，你较会知讲我啥物时阵爱做啥物代志安尼。一步一步照步来啦。对。啊，啥物物件上好生菇？应该讲草莓。哎呦。对，因为伊的水分较济，啊，伊内底果胶较少，所以你一定爱控到一个深度，伊较有法度会当克较久安尼。所以这个安那判断就较重要。是，真正吼，这个观众朋友啦吼，做伙搁一摆来认捌一个咱的果子酱。对。什么款的这个食材，对什么款的这个步数，爱照步来啦。照步来，真正是照步来啦，无法度偷食步。所以咱头拄嘛讲到，你后世人。毋是后世人，这世人后半这个生活，要继续来推广这个啦吼。我一定爱就是拍拼要来推广咱的台湾的果子酱。所以有啥物路，佫会使继续行？你即摆想到？我即摆想到，比如讲咱头先仔讲的，咱台湾的果子酱，甲咱台湾的料理要安怎结合？啊，会当深入咱的生活。第二就是咱爱为台湾的果子酱下一个上重要的定义。伊的标准是啥物？伊的判断，伊的特色是啥物？伊出去国外口有法度甲大家比拼嘛？比如讲，台湾的果子酱甲日本的果子酱，伊的差别无共伫倒位？伊甲欧洲的果子酱有差别伫倒位？所以即马对我来讲，上重要是爱为咱台湾果子酱找到伊的一个风格。为咱台湾这个果子酱，找到真正这个风格伫倒位啦。对。啊，其实豆豆你已经找到啊。对，其实差不多，即马拢是咧，差不多即马拢咧了解，然后伫咧经历就对啊。所以咱一路看起来，真正是迄个sign。对。互你的这个天公伯，互你这个警告，有这个出到好的这个部分啦吼。天公伯真系就疼痛我，因为以前伫咧台北咧做生活的时阵，无好好啊生活。做工课时阵无好啊生活，即马倒来中华的时阵，我感觉我非常的介意甲。享受我的生活，因为我即马，比如讲我知即马是秋天，秋天的风吹起来就很舒服，真舒适啊，真舒适。啊，春天落的雨，啊，迄片起来就香的，所以我感觉我即马会当享受到咱四季的风情安尼。尤其是当去到故乡，会当陪伴到家，这个厝内底。对，甲厝内底人做伙，尤其是会当陪伴到阮阿公行到人生上黑白一段路，我感觉这。真正无遗憾啊！所以一开始做果子酱的时阵，厝内底人拢支持嘛？哦，拢就看衰。拢看衰哦。因为因想讲，你都毋是做这道的，你好好啊一个去读中文系的人，为什么来做这？啊，这
敢真正有人要买，还佫有这一罐。向侪钱，比如讲，阮爸爸好啊，阮爸爸的判断拢是，这罐是3个便当钱，3个便当我会当食一工，啊，这敢若细细一罐安尼啊，谁要买？敢有人要买？啊，你真正有做甲遐好吗？所以因个会感觉讲，你可能敢若3分钟做者了后，好头是买到，就看你要做到当时对啊。啊，因无想到讲，这件代志我竟然有法度做10档，所以因就对。就看衰开始，看衰就即马甲开始你看吼尊重呀。全力支持，抑佫有就是我感觉，这嘛是友好的一种啊，因为感觉讲，我即个查某囝做甲着奖，啊，互大家拢会当实在，我感觉足请赢。啊，因就感觉足高傲的，啊，所以即马拢全力来支持。所以比如讲，有时人手无够，阮妈妈都爱加帮来帮我切水果。嘿。哇塞！所以这个厝内底的力量啊，自你这个破病开始，等下到做果子酱，啊，自看衰，甲即阵互你看尊重，对，这个过程嘛是开真侪时间。阮爸爸甲阮妈妈差不多，我做5年来，对我的果子酱拢无啥物兴趣。啊，真正是到这几年了后，阮爸爸摕伊的趁的钱，甲我买第1罐的果子酱，我佫无甲伊拍折。所以伊甲你买迄个心情是安怎？甲你肯定啊？我欢喜1礼拜呢，拢无法度好过，因为这个伊用伊家己的收费来甲我买这个果子酱，这个动作最重要的，就表示伊肯定啊，伊嘛认同你的拍拼甲辛苦，所以伊要用伊家己的收费来甲你支持，甲你交关就对啊。所以1罐买咧，佫继续买吗？还是买1罐尔？对，伊就继续买，伊若要食果子酱，就用钱来甲我买安尼。哇，你嘛无要甲拍折对因为家己人绝对袂当拍折啦，因为伊知偌辛苦啊。对。啊，伊无甲你斗相共吗？还是干那妈妈尔？啊，其实全家伙的人拢互我拖落啊。爱送货时阵，小妹开车带我去拼送货啊。阮爸爸即马就拜托伊帮我进水果，伊本来伊的兴趣就是进水果，所以我就想讲，你退休的时阵，你就赶快来帮我进柠檬好啊。所以即马嘛改做你。柠檬伊嘛爱进个山药，佮有进卡马豆。哇塞，所以厝内底的人是你上好的这个荣友。真的。哇，所以伫遮，若是有互你时间，要对厝内底的人讲几句话。哇，我真正足感谢讲，这10年时间啊，厝内人就是爸爸妈妈、甲小妹、甲阿公阿妈会当伫后壁甲我支持，互我会当行这条路，而且我嘛无想着讲这条路行遐久，佫会当对台湾有遐济帮助就对啊。所以我感觉做这件代志是最好的代志，所以真正感谢厝内人会当伫我的身躯边，啊，甲我照顾安尼，互我会当专心专意来拍拼就对啊。真正是有专心全力的这个厝内底人的帮站，才有今仔日遐好的这个成绩啦。你看，这个英国的这个 Double Gold Winner， 还有 Great Taste 2019， 还有日本普罗的这个肯定，真正拢是咱台湾为咱台湾拍出好名声啦吼。尤其这个咱官啊阿君。伊讲，伊要用这个后半这个人生啦吼，继续为咱的台湾果子酱来做拍拼、做推广啦吼。今日非常感谢阿君，咱的歌雅来到咱节目现场，感谢。多谢。歌歌果子五做酱，亚洲全球真正是出名声。今日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，咱后回再会，感谢。谢谢，多谢。谢谢。普龙。